大家好，今日呢條片會示範同小朋友一齊玩 Head and Shoulder 呢個熱身遊戲。玩法好簡單，喺我哋面前先放低一個足球，老師會隨機嗌出 Head、Shoulder、Knees、Toes 呢啲身體部位。我哋聽到指令後，需要用雙手觸摸對應嘅身體部位。當老師嗌出波嘅時候，我哋必須立即攞起面前個足球，並且舉高邊個朋友仔，最後一個攞起足球就輸啦。如果想遊戲刺激啲，仲可以加快指令嘅速度嚟增加遊戲嘅趣味性同挑戰性。各位家長同埋老師都快啲同小朋友一齊玩呢個遊戲啦！